邁入第9年的盲人環島為公益而跑，第7天將從台南繼續往南。雖然2號一早只有14、15度，不過這群跑者不怕冷，要跑出愛心，幫助弱勢。市長黃偉哲在市府社會局和國際扶輪3470地區的社友陪同，7點半準時鳴槍正式起跑，預計在台南展開2天1夜的行動。我就跑到台南哦，這個很厲害的，希望大家都跑出希望，跑出健康。用短短16天環台，不只展現彼此扶持的精神，也讓社會大眾看見身心障礙者堅強的生命韌性。2號下午，他們在許多扶輪社友的共同串聯和支持，來到永華市政中心2樓廣場。對這群跑者來說，他們看不見前面的路，卻每一年堅定往需要幫助的地方來跑。其中難得的是，也有來自日本78歲的視障朋友來共同參加。另外，台灣首位環島的視障跑者吳春成，8年前就完成670公里的壯舉，今年在扶輪社長陪跑再次參加。這麼多的好朋友來陪我們，我在此僅代表視障朋友，向這一些愛心的朋友以及長官，謝謝你們，謝謝。視障陪跑，我們幫視障朋友的是馬路跟道路，可是視障朋友幫我們的是心路跟絲路，有沒有很棒？盲人路跑集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來支持在地社會福利單位募集年菜，也讓公益成為過年前有需要的家庭最實際的幫助。要帶更多的人，讓這個世界一點都不悲傷。我們希望運動平權，所有不管你是弱勢的，不管你是智障的，你都有這個機會來運動。更可貴的是，他們透過自己運動，還能幫助其他弱勢團體。該行動選擇台南作為重要的停靠城市，相信也是對台南長期推動身心障礙者福利和政策的肯定。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。